海南雞飯發源地係海南文昌，但係曾經有啲華人將中國美食帶到咗國外，就成咗新加坡嘅國菜。而家唔使去新加坡，中午放個工就可以一邊睇海景，一邊食到108一份嘅椰香文昌雞飯套餐啦。海南雞飯嘅靈魂就係雞肉，我哋係自家長養嘅正宗海南文昌雞，120日傳統椰林慢養，再加60日科學養肉，出面食唔到噶，皮彈肉滑，一食就知新唔新鮮啦。雞同飯一齊食先至正。你揾雞油飯嘅米飯，充滿咗雞油嘅肉香同椰汁嘅清香，泥葡芋頭嘅加入，令米飯嘅口感更上一層樓。配埋呢口清甜嘅椰子雞湯，真係好鮮甜。加上酸辣藕帶，酸爽開胃，脆嫩爽口。原味同清爽嘅 balance， 更加突出雞肉本身嘅味道。套餐包含特調飲品，2選1，好好飲。最後靜靜話你知個省錢小秘訣。YouTube 發佈到店體驗，並且關注官方賬號就可以得到一杯氣泡水，超高性價比嘅選擇。每日11點到16點限時供應哦，仲有3面服務，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啦！